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代替所引进的 EMU900型的电联车，也就是铁道迷真懊恼的这个上水的区间车，明仔载就要起驶咯。明仔载第一班列车要为树林站驶到基隆，特别邀请到新北市甲基隆220个民众来试坐。4月初4清明连假期间，就要正式来就路。 去年10月，千里迢迢为韩国来到台湾的 EMU900型的电联车，为车头这个微笑、甲银黑色的车身青色的腰带，有上水的区间车的外号，延过通车时间为过年一直延到清明假期，即马总算确定啊！ 有机会试坐的人，包括骑脚踏车，上想要体验这款区间车，用的是直的脚踏车架，过来这款椅啊，坐起来加真舒适，尤其是有心的人，有专属的位，会使伫这个顶提醒人客爱让位，有心的人唔免开嘴。我觉得灯号要让坐的人看得到，因为他现在是对外，其实就是坐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注意到。 代替嘛，赶伫首航前，取得第三方公证单位的安全营运证明，估计伫4月初4就使正式营运。 原本的减速率是调在大概0.8几，跟我们现有的其他车型比较起来，它稍微弱了一点。我们担心司机员这边会因为不同的车种、不同的减速率，会造成他们在刹车距离判断上会有一些问题。所以我们坚持原厂必须把它调到跟我们现行的车辆一样，就是要将近1.05这样的一个减速率。那中间所有的时间，大家都是在花在做减速率的调整。 上水区间车初期一天有2班往回树林到花莲，行车时间差不多是3点半钟。运量嘛将比永轨区间车提升4成，让人有全新的体验。